投資見真章，哈佛得個樣。美國哈佛一向係頂尖學府，喺全美數一數二噶啦。點知投資見真章啦？哈佛管理公司主管門迪諾話，哈佛捐獻基金今年蝕0.05%，持有嘅新興市場股票同非美國股票蝕到趴喺度，期內分別勁蝕17%同11%啊！除咗由盈轉虧，仲跑輸其他大學基金一大截。就算美國股票回報靚仔，升近1成啊，其他地產商品同埋天然資源嘅實物投資都有表現，但都無補於事，表現都係最差。個分嘅總資產由舊年同期320億美金跌到307億，同08年高峰369億美金比，更加唔見一大截咯。其實全球經濟差，呢班美國大學基金今年回報都冇咁好睇噶啦。舊年就雙位數嘅，今年單位數啦。成績最好嘅維珍尼亞州大學回報都係5.1%咋，但同舊年回報近25%相比，差好遠咯。